大家好，欢迎收听阅闻奇详。很高兴大家又来听我们聊聊社论重点。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听过身边的客家朋友，可能在一个很轻松的场合，就用一种好像很理所当然的语气说：“我是客家人，但我不会说客家话。”哦，这句话超常听到的，对不对？很多人都听过，甚至可能就是自己亲口说的。我们通常听过就算了，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但今天呢，我们想停下来，好好看看这句话。因为它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它听起来不太像是一种遗憾，反而更像一种很平常的自我介绍，好像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就是，这可能不只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而是一场规模很大而且非常非常安静的语言自我消音。自我消音，这个词用的真的很精准。今天我们要一起分析的这篇社论客家人请做九官鸟，切莫去做模仿鸟。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把讨论的焦点从我们很熟悉的那些外部因素，像是以前的政策打压什么的，转移到一个更内在的层面。内在的层面，对，就是内部的选择。文章里谈的消音，不是有人捂住你的嘴不让你说，而是我们为了融入，为了方便，为了一些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所谓的竞争力，自己选择了不说。哇，这就有意思了。如果是被迫的，我们可能还会想反抗。对，但如果是自愿的，我们可能根本没发现自己在放弃什么。这样是不是让整件事变得更难处理？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当一种失去是被包装在务实啦、进步啦这种糖衣底下的时候，它就变得很难察觉，甚至还会被合理化。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种自我消音到底是怎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文章里描绘了几个场景，我觉得真实到，有点刺痛啊。比方说，在一些比较正式的社交场合，或者跟一群不太熟的人在一起，很多人会下意识地选择说华语。对，因为感觉那样体面而安全，不会出错，也不会让自己显得太特别。这是一种社交上的自我保护，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上的安全牌。安全牌，对。你选了那个最大公约数的沟通方式，避免任何可能要额外解释的麻烦。但其实每一次打出这张安全牌，都是一次小小的退让。而且不只是对外人哦，文章还提到另一个场景，在朋友之间，特别是跟讲台语的朋友，有些人会很自然的就切换成台湾台语。这个也有，因为感觉这样更亲切，更能融入那个圈子。然后最关键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是在家庭里。家庭教育。文章指出，很多客家家庭，父母会花超多力气去强调英语有多重要，因为那个直接跟孩子的竞争力跟前途挂钩。所以你看这三种语言选择的背后，都代表了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对，华语代表体面，台语代表融入，英文代表未来。在这三个这么强大的价值面前，客家话的位置在哪里？它好像就变成一个可以被省略的选项，甚至被作者形容成不必要的文化暴露。等一下，这里我想打断一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就是一种很聪明的生存策略吗？怎么说？懂得在不同场合用不同语言，这不就是适应力很强的表现吗？为了让社交更顺利，人际关系更好，下一代更有前途，做出这些选择，听起来很务实啊，甚至是必要的。这有什么问题吗？你提出了这个问题，恰好就是整个困境的核心。问题从来就不在于学习或使用其他语言，那的确是能力，也是智慧的展现。对啊。问题在于，当这个过程伴随着对自身语言的贬低跟放弃的时候，性质就完全变了。文章作者称之为集体而持续的语言退让。集体而持续的语言退让。对，当整个族群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这种务实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它就从个人选择变成了一种侵蚀性的文化常态。侵蚀性的文化常态，
这听起来很严重耶。因为它影响的是最根本的东西。当会说别人的语言被内化成一种骄傲，而使用自己的语言却需要犹豫，甚至觉得尴尬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就不只是一个沟通工具了，那代表整个族群的文化自信跟身份认同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掏空。被掏空了。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语言一旦退出日常生活，就很难再回到核心位置，就回不去了。对，它会被边缘化，最后变成只在特定节日或文化园区里才看得到的样板。变成一个符号。没错，失去了它原本的生命力。这个掏空的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每天都发生一点点，所以几乎没人注意到，直到有一天发现水已经滚了。为了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这种感觉，作者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故事来比喻就是模仿鸟的预言。这个故事很有画面感。故事是这样子的：森林里有一种鸟叫模仿鸟，它是个语言天才。它能模仿森林里所有鸟的叫声，从麻雀到老鹰，学得惟妙晓手。不止它还会学小狗叫，学猫叫，甚至能模仿人类讲话的声音。哇！他靠这个高超的技巧，在森林里大受欢迎，大家都觉得他太厉害了。听起来他的务实跟适应力是顶尖的。完全是。但有一天，大家听腻了他模仿的声音，就有另一只鸟对他说：“你这么会唱歌，我们都听过你学别人，但我们从来没听过你自己的歌声。你能唱一段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歌给我们听吗？”这个请求一提出来，模仿鸟愣住了。全场瞬间鸦雀无声，他张开嘴，却一个声音也发不出来。哇！故事最让人心痛的转折点就在这里，他的沉默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他模仿了太多太久，久到他已经彻底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叫声是什么样子。忘了。为了荣辱，他失去了自我。这个预言之所以让人觉得震撼就是因为他把前面讨论的那些很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非常具体而且带有悲剧色彩的形象。对，客家族群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就是勤奋、聪颖、适应力强。为了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学习主流语言，融入主流文化，一直是一种必要的策略。这本身没有错，就像模仿鸟学会各种声音一样，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但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能力是有代价的。是的，问题就出在当这种策略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习惯，甚至从习惯升级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的时候，模仿鸟的悲剧就可能在我们身上重演。所谓的价值判断，就是我们打从心里认为。没错，就是打从心里认为说别人的语言比说自己的语言更高级、更有用，甚至更值得骄傲。一旦这个想法形成，语言的流失就只是最终的结果而已。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内在价值体系的崩塌。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章会说出那句最沉痛的话。没错，那句话可以说是整篇文章的灵魂。他说，最令人感到沉痛的，并不是外人听不懂客家话，而是客家人自己逐渐不再想说，不再敢说，甚至不再认为该说。哇，这句话像一把手术刀。对，很精准地剖开了问题的根源。他把责任从外部环境拉回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可能都变成了非常厉害的模仿鸟，能够流利地发出各种应对世界的声音，却可能在回家的路上想不起那首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歌。如果故事只停在模仿鸟的悲剧，那真的太令人绝望了。幸好，作者给了我们另一条路，一个截然不同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文章标题的后半部分——九官鸟。这是一个代表希望和智慧的对照组。作者介绍说，九官鸟跟模仿鸟一样，也是模仿高手。它们能学各种声音，模仿人类说话也学得很快，能力非常强。但是，这里有个最重要的但是，九官鸟在跟自己的同类沟通时，它们永远都只使用属于九官鸟自己的叫声。
哦，它们从来不会在自己的面前去模仿别的鸟叫。他们在对外能力和对内认同之间画下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就是这条线。这条界限就是他们没有迷失自我的关键。你说对了，这就是核心的差异。对，对九官鸟来说，模仿是一种可以对外使用的工具或技能。但回到自己的社群，使用自己的语言，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本能跟归属。他们并没有因为学会了别人的声音，就忘记或抛弃自己的声音。对，他们的内在核心非常稳固。这个对比就从一个预言变成了一个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问了。作者炫着九官鸟的启示，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甚至有点冒犯的问题。文章是这样问的：身为客家人的我们，是否还保有这样的自觉？在他族面前展现语言能力也就罢了，但在同为客家人的场合，为什么理直气壮地讲我不会说客家话？哇，这句话真的像一面镜子啊！直接照出了很多人的矛盾。对，在外面不说，我们可以找到100个理由，为了方便，为了融入，但在自己人面前，在那个最应该感到安全和自在的场合，还是选择不说，甚至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不会，这背后的心态就真的值得我们深思了。这就代表问题已经从环境层面渗透到意识层面了。对，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层面的退却，是一种内在认同的松动。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语言的本质，它真的不只是一个工具，对，它是一个载体，里面装满了我们族群共同的记忆、情感、历史、世界观。对，每一句方言的谚语，每一个特殊的词汇，背后都是几百年的文化积累。当我们主动放弃它，就等于是亲手切断了和自己历史的连结，是一个无声但却极其严重的文化断裂。没错。所以，从一开始的现象观察，到模仿鸟与九官鸟的寓言对比，作者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直接、非常有力量的结论。我想直接引用这句总结，因为他把整件事说得非常清楚。会说别人的语言是能力，愿意说自己的语言才是尊严。能力与尊严，哇，这2个词的对比，把整个选择的层次都拉高了。对，它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不是说学了别的语言就不能说自己的。对，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内心是怎么看待这2件事的。没错。如果我们把这个结论再套回那2只鸟身上，一切都通了。模仿鸟，它有顶尖的能力，但它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也就失去了作为一只鸟的尊严。而九官鸟，它们2者兼具，都有。它们有向外学习的能力，同时也坚守着对内的自我认同，这就是它们的尊严。所以作者最后的呼吁既恳切又充满情感：客家人，请做九官鸟，切莫去做模仿鸟。如果我们再把视角拉远一点看，会发现这个呼吁的意义远远不只是针对客家族群，它对所有在强势文化中努力寻找自己位置的群体都有很深的启发。这个世界之所以美丽，正是因为它由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文化组成的。当其中任何一种声音因为所谓的务实或竞争力而变得微弱，甚至最终消失时，损失的不只是那个群体本身，更是整个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版图。就像一个生态系，当一个物种灭绝了，看似影响不大，但整个生态的平衡可能就此被打破了。正是这个道理，这也点出了语言保存真正的核心在哪里。我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政策、学校的教育、学者的研究上，对一些外在的力量，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但它们都是外在的辅助。一种语言真正的生命力来自于2件事：日常的使用和内心的认同。使用跟认同，也就是说，当这个语言的使用者自己从心底不再认为它重要，不再把它当成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时，再多的外部资源恐怕都很难力挽狂澜。因为语言的生命是活在每一个人的口中与心中的。今天我们透过这篇社论，从一句我们可能都习以为常的“我是客家人，但我不会说客家话”出发，跟着作者的思路，看到了模仿鸟的悲剧，也看到了九官鸟的智慧。我们意识到语言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也更紧密。这也提醒了我们每个人，有时候最根本的失去，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强迫。这篇文章虽然聚焦在客家话，但它所引发的思考，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你可以在我们这次的讨论结束后，自己静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一种专属于你的声音？它可能是一种你家乡的方言，一项从长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记忆，一个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合时宜的家庭传统。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是否也正因为你忙于学习、忙于模仿这个世界所推崇的各种声音，而悄悄地被你遗忘在角落？你内心的那个九官鸟本能，那份对自我根源的坚持，是否还清晰？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若对我们的内容有任何建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如果想进一步支持我们，也请按赞、订阅并多多分享。我们下次见。下次见，拜拜。